这一件基本上是非常超透的那种一件，里面的话就直接加像这种小可爱背心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它套了这个以后，就让它随性。外面这个罩衫你可以分开穿搭。那这个我去海边啊，我也会还蛮常使用这种罩衫式的，然后就会有点防晒，可是又很美。那种冰纱，这种冰有点冷，带一点冷调的这个蓝色，看起来就会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清爽。那我下面配这个白裤是雪纺的，它这个雪纺裤它算是基本上它这个直筒裤会比较中性，然后它配的是雪纺，所以还是会有点女性的调性在里头。这个已经那应该是第6年了，这个是永远不败的经典款。那里面的话是一定要穿很